回头过来看台北落大雨，大巨蛋又搁漏水咯。搁较无2礼拜，就要伫个大巨蛋来举办国庆晚会。到时阵，外国的贵宾若爱举雨伞来听江蕙唱歌，就真闹开咯。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已经要求远雄针对着暗会使用的范围，伫个10月初4进前来做改善。其他漏水的部分，嘛爱伫个10月底进前处理好势。同时，嘛会甲漏水的问题列入年度考核的报告。入到大巨蛋看比赛，都要搁举雨伞。就我的是台北落大雨，外口落大雨，想要到场内嘛是落小雨。漏水漏到球场内，这个球员做运动做到一半，看到水池，伫遐滴水池做算，这算是苦中作乐。这漏水的画面，一个公开市政府真正笑袂出来，因为甲算的，这已经是大巨蛋第6摆漏水。国庆晚会要举行啊，剩较无2礼拜，议员嘛看甲袂做咧。难道要让这些各国邀请来的元首、外宾、代表、大使，坐在大巨蛋里面，撑着雨伞来听江蕙的歌声吗？优先针对国庆晚会会使用的区域来进行相关的检修，他们在10月4号前要进行改善完成。市长亲身下令优先处理大面积的漏水，剩的部分嘛要求远雄爱伫10月底进行改善。因为大巨蛋启用到即马，同款的问题一直发生。议员要求交予第三方勘检爱严格审查。抓漏的问题也经过了1年了，还是到现在目前还是没有看到有比较好的一个改善计划。奉劝蒋万还是尽速赶紧启动这个审查机制。所以我们之前就已经协请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来协助提供专业的改善建议，纳入在整体营运绩效的考核当中，而且会严格的进行考核。8月的室内球场厝顶煞破空，市长亲身定进度，就嘛讲会使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若无这落的恐惊，唔那是互抑有市民对大巨蛋的信心。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